都想問翻你之前有冇打過其他針劑啊？有打過好多嘢㗎我。咁記唔記得係打過邊個位置？呢度全部都打過。記唔記得係邊一款啊？唔記得咯喎，佢淨係話打完呢度拉高啲，呢度又尖啲，又話兜啲咁樣咯。咁或者佢會唔會喺你面前開針嗰啲？冇啦，一瞓低叫我打㗎啦。咁即係佢都冇喺你面前溝針？冇喎，淨係話打完會靚啲啫喎。其實咧，做任何入侵性嘅療程啦，我都強烈建議客人要先了解多啲嘅。首先要知道自己想針對嘅問題，唔好因為嗰隻針係好 hit 就貿貿然決定要打嗰隻針啦。當你知道自己嘅問題所在啦，就要了解相對應嘅產品或者療程。呢個時候咧，就強烈建議你多了解產品嘅成分或者儀器嘅作用，咁樣咧就唔會因為一啲唔適合自己嘅療程浪費咗金錢同埋時間啦。當你已經收集咗個範圍啦，有幾款產品都啱你嘅話咧，就建議你尋求專業嘅協助啦，可以線上 DM 姑娘了解嘅情況，又或者直接去揾醫生做一個面容嘅分析。當你決定咧已經要打咩嘅時候咧，其實咧係好關鍵㗎，就係你去到嗰間診所啦，有冇同你核對針劑啦？記得呢一個步驟咧係好緊要㗎，因為你一定要確保自己打入去嘅嘢咧係你當初所揀嘅嘢。咁所以咧，一間醫美中心啦，有冇喺你面前核對針劑啦，或者開封啦、溝針啦，其實都係好重要㗎。我哋診所咧係可以俾你驗證翻針劑嘅，睇住我哋溝針啊，之後甚至乎你可以拎住佢啦，直到醫生打落你塊面之前咧，你都係可以喺你個視線範圍入邊見到嗰隻針劑嘅。咁樣咧，你就可以好安心咁樣知道自己打緊啲咩喺塊面度啦。